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3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人工智能。为什么聊人工智能呢？最近我看有很多人老是聊AI 人工智能这个资本市场人工智能 AI 也是非常火热方兴未艾。我今天聊人工智能不是聊技术是聊人工智能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宏大叙事，未来属于人工智能，或者未来人工智能一定会得到迅猛的发展，但是与我们每个人，与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我们普通人怎么面对人工智能的革命？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个美国的，应该是一个专栏作家写的他这个文章很有意思正好也是我想说的。他说一方面像亚马逊、微软等这样的科技巨头裁员，说是为了筹集资金购买 GPU， 就是图形处理器亚马逊不是传出要裁10%吗？而且主要是裁那个白领了，所以说亚马逊这次要裁掉3万人，够狠的说他们在收入在增长，股价在攀升，他们裁掉员工是为了把钱腾出来砸向算力。这可不是经济不景气时期的降本增效，也就是说不是亚马逊、微软、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活不下去了，他们有大量的现金，不是他们活不下去了降本增效开源节流，他们纯粹是为了一种资源重新配置，把发工资的钱转投给数据中心。这笔账算得极其残酷，每裁掉1%的员工，省下的钱就能多买一批 H100， 也就是英伟达生产的顶级的 AI 芯片昂贵且抢手，而且大国想买也买不了，人家不卖，美国不让卖。他这个文章写的非常现实也就是这些巨头他不是缺钱，他不是活不下去了，人家裁员是为了把这钱省出来，把这部分钱挪到算力上去，投到机房、芯片、电力。我们简单的想那你说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算力，它和被裁的这些员工是什么关系呢？被裁掉的这些员工，他们能不能感叹人工智能时代来了，未来一定会更美好？这文章说如此同时 UPS、雀巢、福特和塔捷特这些传统行业的公司也在裁员，但原因恰恰相反，他们已经部署了切实有效的人工智能工具，比如客服服务自动化、供应链优化、生成式设计系统等等。 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是实实在在的，而且还在不断积累，也就是他们的生产效率在不停的在提升。这些公司不需要自己去购买庞大的 GPU 集群，也就是他们自己不需要建这些算力、这些机房，对吧？买英伟达的H100芯片，他们只需要从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比如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云，还有国内就是阿里、华为、腾讯，他们提供云服务也就是说这些传统企业他自己不用搞算力、搞 AI 机房，对吧？他们只需要从这些云服务提供商那儿购买租用推理算力，然后裁掉员工，因为现在这笔账终于算得过来了，裁掉100个员工，节约下来的费用足够可以支付他从云服务商那儿租的算力。那裁1000个呢？裁1万个呢？他们还节约了很大一部分成本，这个账就能算得过来。说裁员的双方都在喂养同一头巨兽无论是谷歌还是亚马逊还是微软裁员，还是雀巢和福特这种传统行业裁员，大家目的都一样，都是在喂养同一头巨兽，就是 AI。他的文章说他说科技巨头在疯狂买铲子，只购买 GPU 等基础设施，就像淘金热里卖铲子的人。咱们在网上不经常看到这个说法吗？美国西部，对吧？大开发，好多人去淘金淘金的人最后没发财，死的死，对吧？破产的破产。但是在沙漠边缘卖铲子的，卖淘金，你不要买铲子吗？买工具吗？卖铲子的发财了，就这意思也就是科技巨头他们都搞人工智能 AI， 实际上属于卖铲子，而其他所有人则在购买用这些铲子挖出来的黄金。那这里面他说的黄金指的就是 AI 的生产力半导体公司稳坐中间，向整个产业链收取租金。台积电、英伟达和阿斯麦正在疯狂印钱，而产业链的两端，科技公司和传统公司都在大量裁员。他这个文章说的很有意思两端就是上游是微软，对吧？亚马逊这些公司，下游是雀巢、福特这些公司。那居于他们中间的就是半导体公司，台积电、阿斯麦、英伟达，两端都在裁员，这中间在收租金，大概这意思它这个发生的时间点
点至关重要。目前企业对 AI 的采用率大约是10%，并且正朝着50%迈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个阶段，也就是从早期采用到主流普及，发展速度最快，创造的财富也最多。但问题是，这些财富正集中在算力上，而不是劳动力上。企业的市值，即公司总价值增长与普通人的工资增长之间的鸿沟，从未像现在这样巨大。什么意思啊？这个作者认为啊，现在企业积累财富的能力越来越快，但是普通人的工资收入啊没有增长，甚至在下降，所以这个鸿沟现在是越来越大。这就像极了啊，咱们天天说的这个房地产，上海的30万一平的房子，1.5亿、1.6亿一套的房子，秒光、日光，人家抢着买，但是那些为牛马韭菜准备的180万一套的房子卖不掉，是不是这鸿沟越来越大？文章说啊，他说这不是一场经济衰退，这是一场再平衡，即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塑，而大多数劳动者不幸正站在了天平的错误一端。所以这个文章啊，正好跟我的想法这个不谋而合，也就是人工智能 AI 科技一定是未来的方向。那这个方向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作者说，不幸啊，说我们都站在了天平错误的一端，也就是我们绝大部分人呢，在生活上面，在某些方面恐怕是 AI 发展的这个受益者，让我们生活更加便利、更加高效，但是在某一方面又是受害者，就是我们失去了工作。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啊？正好咱们15+5啊规划也出来了，这个我也没仔细看啊，但是大致的我们未来肯定是叫科技兴国。你从这个胡适也能看出来，科技板块涨得很，也就是大家现在恐怕也接受了啊，往后啊要主要是发展科技。其实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发展科技那肯定是好事啊，未来一定是发展科技。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又要想一想，我们作为普通牛马，在这种声势浩大的科技革命前，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这个不是说我们抗拒抵制科技进步啊，我们当然也希望科技进步，但是具体到牛马我们要过日子，那这个 AI 的发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雀巢的员工、福特的员工，对吧？他们很多人就会被裁员、失业，很多码农也会被裁员、失业。人工智能首先取代的其实并不是拧螺丝的，人工智能首先取代的冲击比较大的反而是那些白领。所以这里面我们谈到我们自己的看法啊，从目前这个态势来看，未来人工智能的这种竞争啊，主要是美国和中国。就目前来看，连美国啊，它也是在一部分地方占据先机啊，对吧？它并不是在全产业链都是占优的。比如说啊，它在芯片这一块它是占优势，但是它在算力这一块呢，特朗普自己说啊，美国缺电，很多人难以想象啊。这个算力一旦发展起来，这个对电能的需求是难以想象的啊！这个人工智能啊，实际上就不是一个小国家能玩的。所以说，当今世界啊，说人工智能，那恐怕主流就是中国和美国，剩下的国家主要是辅助，主要是从这个产业链里面占某一个环节就已经不错了。这个财新网啊，财新周刊10月27号刊登一篇文章，叫《中美不同路径竞逐 AI 时代，芯片国产替代全面提速》。他这文章讲的主要是在芯片这一块，中国企业在苦苦追赶呢。那么这个他因为这里面讲了非常多的咱们这个芯片啊，这个什么寒武纪啊，什么摩尔线程，就是这些啊都对标英伟达的这些企业。我把这文章看完之后啊，这个文章很长，我就不介绍啊，我只介绍中间一部分。我把这文章看完之后啊，得到一个印象，就是说啊，未来决定这个人工智能的是算力，也就是人工智能的关键是算力。那这个算力它不仅取决于芯片，还取决于你这个电力、你的这个设计等等啊，就是它不是某一个因素决定的。它这文章其中有一部分就介绍云厂商加速自研，就是不光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寒武纪啊、什么摩尔线程啊这些国产的啊，这些对标英伟达的这些芯片企业在自研芯片，这个云厂商也就是阿里、腾讯、华为，他们也加速自研。他的文章介绍啊，他说中国头部云计算公司也是芯片自研的主力，目前进展最快的包括华为的升腾、百度昆仑芯以及阿里的平头哥。他这么介绍的，他说这个华为2018年首发升腾 AI 芯片，其中专用 AI 芯片升腾910算力超过当时通用的英伟达芯片，原计划2019年2季度上市，但2020年9月受美国制裁影响，台积电
断供，升腾芯片转回大陆流片，就是用咱们自己产的这个流片啊。后来陆续推出了升腾 910B 和 910C 两个迭代版本。随着国产芯片产能提升，9月18日说华为公布了未来3年推出4代芯片 AI 芯片路线图，几乎每一代算力较前一代都会提升1倍。升腾芯片虽然无法使用最新的芯片制造工艺，单颗芯片算力弱于英伟达芯片，且功耗会更高，也就是你的算力比别人差，而且你的能耗还比别人高。你看看，但是啊，它也有解决办法。华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用全光互联的超节点技术，将数千张至上万张升腾卡连在一起，像一台电脑一样运算。我通俗一点说啊，就是3个臭皮匠顶1个诸葛亮，就这么简单啊，这便于理解啊。英伟达的芯片是诸葛亮，华为的升腾那是臭皮匠，他只好把3个臭皮匠绑在一起顶1个诸葛亮啊，就这意思。今年3月，华为推出的这个超节点支持384张升腾 910C 芯片互联，最大算力可达到就是每秒可执行1000万亿次浮点运算，至今仍是全球算力最大的超节点。华为计划在2026年4季度发布的这个950超节点，支持8192颗升腾950芯片，包括128个计算柜、32个互联柜，共计160个机柜，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据华为测算，相比英伟达2026年下半年上市的 NVL144， 那么华为的这个超节点卡规模是它的56.8倍，总算力是6.7倍，内存容量是15倍，互联网带宽是62倍。半导体行业调研机构分析啊，说华为推出的升腾 910C 芯片超节点，尽管每块芯片 GPU 性能仅为英伟达最新量产芯片的1/3，你看不就3个臭皮匠顶1个诸葛亮吗？它每一块芯片是英伟达的性能的1/3啊，但凭借384块升腾910芯片互联，整体 AI 算力几乎能做到后者2倍，也就是通过这个互联算力成了这个英伟达的2倍。但是这一技术路线需要更高的能耗，每单位 AI 算力的能耗是英伟达的2.5倍，也就是你要达到人家的这个算力啊，你要更多的芯片，更大的产地，更大的电能，它能耗啊，也就是你的成本会更高。但是呢，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也能达到人家的算力，只不过你的成本会更高，费用会更大。实际上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知道中美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竞争这一块是什么一个位置，是什么一个态势。也就是说很多这个单芯片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能力恐怕比不上人家，但是你通过这种并联，通过更多的成本，通过更大的电力能耗，你也能达到人家这个水平。而这些啊，其他的国家是没有办法去玩的。但是这里面也有风险啊，这个风险是什么呢？就是对华为、阿里、腾讯这些企业来说，投入这么大的这个财力物力搞这个，如果特朗普脑子够用的话啊，他突然宣布对吧，某些芯片啊，比如7纳米的敞开供应，或者5纳米的最先进的不给，那这个对华为、对阿里、对这个腾讯都是个冲击啊，那人家就不需要你这种能耗高的、占地更大、方案更复杂的这种并联方式，对吧？3个臭皮匠顶1个诸葛亮，那我买个诸葛亮就完了呗。所以那对企业来说，那风险就特别大。我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最后打了水漂，没人用啊，不就这意思吗？如果说啊，这个美国彻底对吧？特朗普啊，他说我就不卖给你，不管是3纳米、5纳米还是7纳米的都不卖，那你就是逼着这个华为、腾讯，他们就愿意了，因为你这些企业都买不到啊，那只能用我的，好不好你都得用，这样他们就有更多的资金，对吧？更愿意投入，因为他们风险小啊，搞出来就有人用。这个华为这个轮值 CEO 啊，徐直军啊，他说啊，用多了就有生态，用少了生态就跑了。他是说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如果大家都用我的这个芯片，用我这方案，那咱们这一块都能做得起来。记住这个方案就有生态，对吧？大部分人跟着在这上面进行开发应用。如果大家都不用的话，那这个生态就起不来，那这个钱就是白投了，没人用啊。现在大家习惯的就是用
英伟达的。所以说现在就是特朗普的制裁啊，它是个双刃剑，就确实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高科技制裁就是个双刃剑，所以它这个制裁要卡得特别准才行。你制裁过了啊就没用了，但是你要制裁的这个没算好的话，你也起不到制裁效果，对吧？所以说实际上制裁还是个技术活，情绪化还是不行的。你要彻底不给，那人家就另起炉灶也能玩；你要是彻底给吧，人家反过来抄你，让你无路可走。所以他这个给到什么程度，这个还真是个技术活。说这个云厂商中自研芯片且以大规模对外提供服务的还有百度。昆仑芯针对百度 AI 框架飞桨进行了优化设计，在一些专用加速场景中，可以让飞桨的模型更快运算、更小功耗。百度还将昆仑芯运入自驾算法训练。2021年、2024年，昆仑芯第2、第3代产品分别投入量产，提高了运入 AI 模型训练的可用性。它下面还介绍了这个平头哥啊，就是阿里搞的这个自研 AI 推理芯片 PPU。这个文章如果大家感兴趣，自己可以去看财经网的报道啊。我只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介绍这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中美之间这个人工智能的竞争已经拉开大幕，那这个就不是短期行为，再加上咱们15+5的这个规划，也就是我们未来啊，肯定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要下更大的功夫。那这个对我们牛马来说，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东西不是以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说你喜欢你不喜欢，你不希望这样，你希望这样，没有用，这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已经到来了。在这个大潮中，我们普通牛马，我们韭菜该怎么办，对吧？刚才那个文章我也介绍了，我非常认可他的说法。实际上啊，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科技发展，科技兴国，它不是一场经济衰退，你看它也在裁员，实际上它是一场叫再平衡，是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塑。如果这个话不好理解的话，我们只好举这个实际例子啊，这个例子不一定完全符合，只是供大家去思考，去理解。这就好比互联网革命，或者叫移动互联网革命。如果我们拿移动互联网革命来理解这个 AI 革命，我觉得差不多啊，你方向就对了。那互联网革命啊，或者叫移动互联网革命，实际上它就是这个经济的再平衡。我清楚的记得啊，这个21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叫互联网新贵，那时候张朝阳对吧，他那个搜狐一上市，然后就一下身价多少啊，还有谁啊？我记得最出名的就是张朝阳，他们都叫互联网新贵。新贵什么意思？以前的这个贵族有钱人呢，都是传统行业，不知道干啥的。后来啊，到2010年、2010几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胡润的百富榜里面就非常多的新贵都是互联网行业的？那尤其到现在，对吧？那这个新贵里面，就是那个百富榜里面，互联网行业的人更多了，传统的行业基本上都已经掉下去，对吧？现在就是那个什么谁，钟闪闪卖水的还排第一。未来啊，搞人工智能的恐怕在这个百富榜里面就会更多出现。所以说，你通过这个胡润的百富榜，你也能发现，百富榜最早的时候，你看那个名单都是造汽车的，都是什么不知道搞什么的啊，搞房地产，就是传统行业的多。后来就变成马云，对吧？马云还当过首富啊。后来刘强东也在里面，这个马化腾，这个还有一个丁磊是吧？也进去过，就网易的。后来我记得还陈天桥嘛，搞游戏的也排进过。现在呢，现在什么张一鸣对吧？马云好像调出前10名。但是你看是不是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新贵在里面？这是从大的方面来看啊。如果从更微观的层面来看，移动互联网啊兴起，这个大家都说啊，你看这个直播带货把这个线下给冲击了，线下没了，对吧？还有电商，线上嘛，电商这个京东对吧？阿里、天猫、什么拼多多，他们一兴起之后，这个线下的门店、线下实体就不行了。如果你是线下商超、线下的这个实体店，那这个移动互联网革命跟你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饭碗没了。如果你投资了这个线下的一个门店，对吧？你买了4个商铺，本来是一铺传3代，那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一铺毁3代，这就是移动互联网给你带来的。那你说移动互联网革命对你意味着什么呢？本来是从一铺传3代变成毁3代，这个也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对吧？这个现在深受其害的，也不能说深受其害吧，就是说这个叫陷入困境的，不就是王老板吗？万达的王健林，因为他是最大的，对吧？他拥有着商铺最多，手上
上大量的商铺卖不掉，没人要。那这个移动互联网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没有移动互联网啊，我们假设没有移动互联网，那王老板现在日子绝对非常好过，对吧？他那万达商场那都是炙手可热。同样，我们也要看到很多，对吧？这些直播带货的这些人，早期呢开淘宝店的，后来转卖，对吧？转到天猫上，再后来跑到京东上开店。最早一批在淘宝上开店的人都发了啊，但不是所有人啊，就是很多人发了。为什么呢？那个人大家想象一下吧，那个我举例子啊，就三只松鼠吧，他就是最早在淘宝上开店，后来慢慢做大了，大家还上市了呢。像这样的企业非常多，不是他一家啊，好像那当时叫淘系列还叫什么淘品牌，这就是最早抓住这个互联网平台经济这一波流量的啊，赶上这个风口的。后来就变成什么呢？变成在这个，对吧？直播带货，当然了，这里面还有微商啊，这个过程中啊，发展过程中还有微商等等。后来是直播带货，有多少人抓住了这个风口，改变了人生？所以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这个革命最早的时候啊，当然有人提出这个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改变生活的时候，很多人根本就不信呢，对吧？年纪大一点人可以回忆一下，21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网上说，哎，以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手机要改变生活，那个时候很多人是不信的，怎么改变生活啊？现在你就信了，手机已经改变生活了，就是你可以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你可以忘了带这个忘了带那个，但是你不能忘了带手机，对吧？出门可以不带老婆，出门也可以不带老公，但是手机必须带上，足以说明手机已经改变生活了。就像现在我们说啊，人工智能 AI 改变生活，大家还是难以想象，但是过个20年，那个时候恐怕就知道了，你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了，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就像现在你离不开手机一样，就是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在这个人工智能到来的时候呢，对吧？未来科技兴国，那我们韭菜怎么办？实际上就像20年前啊，抓住这个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样，你得与时俱进，你不能抱着以前的那些思想，对吧？就抱着一铺传三代的这种思想，那你恐怕就要遭到冲击啊，你恐怕就要付出代价。你不能拿现在的这个想法还去想20年以后，所以叫与时俱进呢。如果你抱有现在固有的想法，那你一定会被这个科技浪潮、人工智能淘汰掉。就像你现在还抱着一堆商铺，你现在就是租也租不出去，卖也卖不掉，完了每个月还交管理费，哭都哭不出来。所以作为我们普通牛马韭菜啊，唯一能做的只能是顺应潮流，对吧？你得去学习，与时俱进呢，拥抱这个人工智能，不是去抗拒，对吧？也不是去抵制。如果你不前进不进步的话，那人工智能这个科技革命，实际上你是受害者，你是那个再平衡里面把你的资源平衡到别人身上去了，对吧？你就是那个微软，你就是那个雀巢要被裁掉的人，这个没有办法。实际上你看人工智能发展越完善越发达，对劳动力的需求就越低呀。如果你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出卖劳动力，那你一定会被淘汰的，对吧？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出卖脑子、出卖智商的，你才有可能啊有一席之地。当然了，这个一席之地指的是你可能混得比较好吧，就活得稍微好一点。我们也不能说啊，人工智能发展到后来，那就是大家没有工作就被饿死，这是不会的，对吧？没有必要有这种焦虑啊。我说的是你在未来你要活得好一点，那你就得与时俱进。所以说啊，所谓的科技革命，所谓的人工智能，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它就是一个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就相当于财富的再分配。以后这个财富分配方式要发生改变，我们尽量要让自己不要站到天平的错误的一端。所以首先第一个啊，我们要抛弃那种说以后科技革命、人工智能发展了啊，比如我们15+5规划圆满达成目标，你的日子就好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啊，很有可能你的日子更差，你更失落。这不矛盾，对吧？国家发展速度非常快，以5%、8%的速度在发展，但是你会越来越失落，这个不矛盾，对吧？第二个，我们要认识到，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深深的预感到啊，大头恐怕越来越强大。就是你往极端的地方想，实际上就是政府不需要你韭菜干活了。以前政府指望着韭菜，对吧？多干活叫人口红利，对吧？我们牛马便宜，我们牛马随便吃点饲料，哎，就能干活，就能挤出优质牛奶，哎，这我们的红利，对吧？我们打遍这个全球，我们这个对吧？中国制造嘛，成本低嘛，成本低就是牛马，对吧？福利待遇低一点，未来不需要你了，对吧？我不需要什么福利待遇低，我直接就人工智能机器上了。所以也就是说啊，大头恐怕是越来越大，牛马先出卖自己8小时都卖不掉了，大头越来越强大，那它的控制力啊就会越来越强。那我们该怎么办？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